好，稍等呢就向下来复习下基本嘅第一节嘅课程地图有学到嘅合法了。每日用哪只咧？玛莎，玛莎，每日，每日，谁？什么人？玛莎会用一台机器，谁会用这台机器？马给，马给，什么？马给很多人工智慧。什么叫做人工智慧？马给微缩，马给微缩，马给素材，马给素材，什么地方？马给微缩有众多人工智慧嘅研发中心，来睇下南市演强。马给微缩有介多人工智慧嘅研发中心。马给微缩有介多人工智慧嘅研发中心。什么地方有很多人工智慧的研发中心 ？NASA， 谁？哪个人 ？NASA 喺网络上做众多嘅假新闻，来睇下南市演强。NASA 喺網絡上做介多嘅假新聞。NASA 喺網絡上做介多嘅假新聞。谁在网络上做很多的假新闻 ？Navy， 哪里 ？Navy 嘅電腦數位系統安全管理清楚。哪里的電腦數位系統安全管理最好 ？Nike， 何時 ？Nike 將做的自動化處理也給工作。何時才可以自動化處理這個工作？